再来看高雄市警方接到线报，讲有人假做是连锁药局，伫同时两体杀群组得袂到。当期调查了后，伫10日抓到3个嫌犯，嘛抄到上千包的毒咖啡包等毒品，有的甚至是包装做健康食品，也是亲像一般的糖啊。 警察落车了，赶紧冲往嫌犯停车的所在。高雄市刑警大队接到线报，有人以知名连锁药局的名，伫通讯软体无特定群组内底卖毒品、咖啡包等毒品，佮讲是24点钟外送到厝。警方经过2个月的追踪调查，才抓到以女性嫌犯为首的3个人。在贩毒使用的车辆内以及仓库内呢，我们查获大量的 K 他命22包，毛重1093公克，毒品咖啡包。 1593包，毛重6701公克。毒品哈密瓜锭呢，1包，毛重460公克。毒品咖啡包满桌顶，市价大约200几万，有的搁用益生菌、水果糖啊，也是哈密瓜锭包装，一包也是一粒卖400块，买10包送1包，介绍俗，包装搁真水，真歹看会出来是毒品。嫌犯借出去好奇的少年家来买，互因落入去毒品的陷阱。青少年容易被这些毒品外包装比较亮丽炫彩的包装所吸引，那也容易在一些不管是聚会场合，或是朋友之间唱卡拉 OK， 有可能会吸引而施用。3个嫌犯被抓到了，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。警方唔但要提醒少年家注意来路不明的药啊，也是食品，后续嘛会追查毒品的来源，假是唔是有其他的共犯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